美国的前总统川普针对着台湾，已经唔那一届讲到保护费的代志。其实台湾国防预算的编列，嘛一直是国际上讨论的话题。根据着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报道，讲台湾为着要向美国的前总统川普来展现着对抗中国的决心，当咧考虑要甲美国来购买着大型的武器，差不多爱开新台票5000亿。为地平发射顺利结束目标，国这飞弹是台湾中国战防空主流武器之一。根据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台湾会开买5000亿买武器，要来向川普政府展现抗中的决心。报道内底听讲，台湾可能申请4台E-2D 先进军舰、60台 F-35战机、10台退役军舰和400粒爱国者飞弹。台湾已经和川普团队进行非正式的讨论，相对当展示台湾买武器方案的防固决心。赖清德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因应召开国安会议，讨论后续川普的灰犀牛，无论是军购，无论是在关税造成我们整个总预算的冲击，如何去因应？不管是认为我们需要哪一种类的驱逐舰，还是我们需要哪一个种型的战机，在这个方面呢，如果能够快速的盘点需求，并且呢跟国外呢去邀约说我们需要这些武器，我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发展。咁真正开买5000亿大规模买武器，特别讲咱台湾国军必须全面清点，针对需要武器开出清单，才当强化国防。这些武器采购都是系统性的思考，并不是只有一个单一选项因为有攻守都要并用，包括防空系统，还有乃至于指标性的这个 F-35战机。台湾加强自主防卫能力，提升国防预算，展现决心，同时嘛兼顾到财政纪律，有影可见赖政府执政智慧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